Hello，大家好，灣區接篩選 AD， 今期大家嚟到咧澳門睇一個山嘅項目嗱，你見到隻獅子喺度啦，美高梅啊，其實唔係嘅，呢度咧係深圳嘅小梅沙位置，我哋睇咧係小梅沙一個文旅項目，一啲住宅養生退休大盤，一山一海一世界嘅地方嚟嘅。可以見到背後咧就美高梅一個國際酒店啦，再後邊少少就我哋嘅小梅沙沙灘，每一人嘅門票咧係50蚊嘅。即係嚟到呢度旅遊去沙灘玩水啊，咁就50蚊嘅門票啦。當然，我哋而家賣緊嘅項目就我哋背後呢一個小區，俾大家環繞下睇下先。呢個小區咧，而家賣緊咧就係2棟同埋3棟，可以望到海景嘅單位，有117平方同埋120平方嘅單位。買咗呢度嘅單位之後咧，你可以有5個名額，即係親屬買樓人嘅爹哋媽咪啦、細路仔啦。可以有5個名額喺度免費享受10年嘅小梅沙沙灘，呢個 quota 其實都值唔少錢嘅，可以俾條公式大家睇下。OK， 咁你可以見到咧，呢個項目所有嘢都齊全晒㗎啦，已經係地鐵上蓋，小梅沙地鐵站就喺側邊，行到過嚟5分鐘嘅距離，出到沙灘入到項目。咁好多人覺得我年紀大咗之後咧，需要有一個比較空氣好嘅地方，可以去退休、去養老。一個比較靚嘅地方，或者係遊客多啦，跟住係環境舒適，係比較重要嘅，大家比較注重嘅一個點。咁我而家睇嘅項目就係呢一個項目啦，小梅沙突發進海府。開始上樓去睇下先。OK， 我哋而家上到嚟咧係15樓嘅位置，有2個117嘅單位同埋120嘅單位。我哋首先睇下呢一個示範單位先。入到嚟門口有個擺鞋櫃嘅位置啦，你會見到一個比較私隱嘅空間。你出到門之後喺度換鞋，或者擺啲入門嘅嘢喺度，可以嘅，冇問題。入到嚟之後咧，就進入我哋嘅主題單位，一個餐廳位置，同埋呢一個右手邊嘅廚房位置。我做咗一部分嘅設計咧，佢係改晒啲床、湯門嗰啲全部拆碎嘅，同埋呢一度咧係一個收露台位置啦，擺洗衣機啦，嗰個熱水器啦，同埋呢一個位置就我哋另外一間細嘅書房。佢而家拆咗埲牆之後，就變成咗一個比較大嘅大廳。我哋可以行翻出嚟睇下呢個單位嘅景觀，亦都係呢一個單位最大嘅一個亮點。望到遠處。樓下咧係我哋一個遊客嘅服務中心，對面美高梅嘅酒店，同埋一個一望無盡嘅海景，係舒服嘅。你好過於嗰種遠處係得純海景嘅景觀啦。佢呢種就係有山有水有城市風貌，同埋見到嗰粒建緊嘅建築咧，就係小梅沙地鐵站。喺地鐵站出到嚟到我哋自己嘅單位，只需要5分鐘時間，包括埋你嘅上樓搭電梯嘅時間。OK。咁而家佢拆咗之後咧，就得翻2間房。呢度係呢一間房，做咗一大嘅滑梯。呢度咧就洗手間位置，同埋一個細嘅書房仔啦。你大家可以睇下先，呢2個單位。最終就行到入嚟呢一個大嘅主人房位置嘅。咁當然呢啲項目咧，其實比較適合一些我想要享受型嘅養老啦、退休自己買嚟住。咁當然佢亦都有一定嘅保值。地鐵物業啦，文旅項目，海景小梅沙，一個全個深圳最靚沙灘隔離嘅位置。OK， 我哋繼續睇埋另外一間120方嘅先。呢度係另外一間120平方嘅單位。行到入嚟，亦都有個入門做鞋櫃嘅位置啦。佢有一個做咗長廳嘅設計，而家咧係一個正統嘅新房嘅。做咗一個出嚟，一個正統嘅新房，同埋我會覺得呢個單位其實實用率就唔係咁高，120平方，實質你得房率咧係得83%嘅啫，唔係嗰啲實用特別高嘅單位嚟嘅。而且120平方嘅單位比較舒適嘅地方就係佢嘅景觀方面係遮咗好多嘅。你或者探翻少少，你可以見到啦，係真係遮咗好多。隔離左手邊有一棟樓擋住你一埲牆。
就海面咧就冇咁闊。不過佢好嘅地方就係個格局比較靚啲，前後露台南北對流，一個長廳嘅設計咧，你覺得用起身會更加舒適啲。有3間房啦，而且3間房你亦都唔顯得會曬。可以同大家講翻，而家在售嘅呢個項目咧，其實就呢2個單位，117同埋120呢2個單位。而且呢個120嘅主人房對出去咧，雖然海景係有嘅，比陽台嘅景觀會更加靚少少，但你可以見到埲牆就喺你面前，唔會咁直觀嘅，冇遮擋嘅，展示晒所有嘢俾你。好啦，咁我以上睇嘅就我哋而家項目在售嘅2個單位，117平方同埋120平方，分別價錢咧就大概喺350萬左右同埋400萬左右嘅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咧，係可以聯繫我嘅聯絡方式啦，或者直接打電話俾我，或者係訂閱我嘅頻道，到時咧會及時更新所有喺深圳嘅樓盤同埋啲資訊價錢。我係 Eddie，多謝大家。